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8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1天。双方在战场上的变化其实并不大。我看了一下，今天最大的新闻，或者说这2天最大的新闻，就是特朗普分别跟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上了电话。根据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他与普京的电话详情，特朗普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时间且富有成效的电话交谈，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中东、能源、人工智能、美元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各种话题。我们都回顾了我们国家伟大历史以及我们在二战中成功并肩作战的事实，并回忆起俄罗斯在二战中损失了数千万人民，而我们同样也失去了许多人。我们各自谈到自己国家的优势以及未来合作可能带来的巨大益处。然后特朗普说，但首先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必须阻止俄乌战争中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普京总统甚至引用了我竞选口号中的一句有力的话，常识，我们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同意密切合作，包括互防彼此的国家。此外，我们还同意让双方的团队立即开展谈判。我们将通过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通知他这次谈话。我现在就要这样做。但是我已经要求国务卿卢比奥、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大使兼特使叫维特科夫领导谈判。我坚信这些谈判会取得成功。说数百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但既然它已经发生了，就必须结束，不能再有更多牺牲生命。最后，特朗普说我想感谢普京总统在这次通话中所付出的实践和努力，同时感谢他昨天释放了福格尔。我相信这一切努力最终将带来成功的结果，希望尽快实现。关于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这是特朗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内容。那么俄罗斯方面怎么说呢？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说，2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近1个半小时的通话，要点如下。跟特朗普说的不一致的地方一致地方咱就不说了，说的有出入的地方是俄方公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普京赞成应消除乌克兰冲突的根源。普京邀请特朗普访问莫斯科，并讨论其他进一步接触事宜。特朗普说他要跟普京美俄互访。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是普京邀请特朗普访问莫斯科。那特朗普有没有邀请普京访问华盛顿呢？不得而知。特朗普的说法里面，他是注重和平，先停火，不要再死人了。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里面，他就是说不死人可以，停火也可以，咱们得消除乌克兰冲突的根源，就是说你这根源不解决，那后面还得打仗，还得死人。但是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里面没有这一条。这个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的时候说了他要给泽连斯基打电话，果然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他就跟泽连斯基打电话了。这个特朗普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说自己与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交谈，会谈非常顺利。我刚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谈话进行非常顺利。他和普京总统一样希望和平。我们讨论了许多战争有关的话题，但主要讨论了将于周五，也就是今天在慕尼黑举行的会议。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会率团出席。那泽连斯基这一方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泽连斯基也向媒体披露他与特朗普的电话内容。他说我们进行了很长的话题，关于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关于我们愿意在团队级别一起工作，关于我们技术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其他现代制作。我感谢特朗普总统对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感兴趣。乌克兰比其他任何人都希望和平。我们正在定义与美国的联合步骤，以阻止俄罗斯侵略，并保证可靠的持久和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让我们完成。简单的说就是特朗普先给普京打了90分钟的电话，包了1个半小时的电话之后，放下电话又给泽连斯基好像打了半个小时吧。具体的慕尼黑会议上谈，就这意思。
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他们公布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没有什么出入。是不是说特朗普跟泽连斯基意见完全一致呢？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明泽连斯基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再看一看俄乌，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公布的，那是有一点出入的。焦点就是普京说的这个冲突的根源。什么是冲突的根源？实际上，特朗普啊，虽然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没有说这一点，但是他随后在跟记者沟通的时候啊，他已经说了。你看啊，特朗普谈及乌克兰加入北约时，特朗普说啊，我认为这不切实际，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切实际，但西方政客一直以此为理由忽悠乌克兰人去当炮灰，最终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了，这个特朗普的原话不这么说，他的意思就这么个意思。我理解这是普京要结束战争需要一个理由。因为这里面还没涉及到领土。Well, I think Pete said today that that's unlikely, right? It certainly would seem to be unlikely. They took a lot of land and they fought for that land and they lost a lot of soldiers. But it would just seem to me, and I'm not making an opinion on it, but I've read a lot on it, and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at's unlikely. Some of it will come back. I think some of it will come back. Yeah, some of that land will come back. 按照特朗普团队的说法，特朗普自己也说了，好像美国的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也说，回到1991年边界那是不可能的。今天又放风说乌克兰要收回领土，所有的领土也是做不到的。你看特朗普他就是两边打压，反过来理解，也就是俄罗斯他现在占着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那也是不可能的，你多少你得退出一些领土出来，这就是特朗普的观点。我推测啊，就双方各让一步，你不可能说让俄罗斯把这乌东4个州占了。那普京如果认同停火的，那他就得吐出一部分领土。那他本来4个州还没有占全，但是他的立法跑在前面，他已经把人家4个州都完成公投加入俄罗斯了，实际上他还没占完呢。贪吃蛇啊，吃得太快不消化，他现在还要往出吐一点，那你说普京他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他要台阶下，那就是消除战争的根源。所谓的战争根源，说来说去就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如果这么理解的，你看特朗普对吧？他已经在记者会上放风，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实际上他就是在给地保老人台阶下，给他找个台阶。那现在问题又来了，乌克兰人同意吗？北约其他国家同意吗？乌克兰可是经历过布达佩斯备忘录、明斯克协议，这个俄罗斯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多少次承诺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最后不照样的把克里米亚给吞并了，照样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靠什么保障自己？当他把核武器交出去的时候，他信任的是美国、英国、法国这所谓的核大国，还有个俄罗斯，相信他们会保护他。结果呢？所以乌克兰人还会上当吗？如果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拿什么来保护乌克兰？特朗普说啊，让欧洲人自己保护，欧洲出军队，乌克兰人是不愿意的。泽连斯基说必须美国参与，你们也参与，美国军队一参与，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约参与，这个好理解吧？没有了美国军队，只有欧洲军队，那就不叫北约。美国如果跟欧洲一起参与，虽然不打着北约的旗号，那也是北约。泽连斯基这样才放心，这才是真正的听火，说俄罗斯以后不敢再次发动战争。但是美国人表态，对吧？他们不参与，所以你看死结就在2个方面，就是俄乌和谈的症结，一个是领土，一个是保护。如果俄罗斯把领土吐出来，但是乌克兰得不到保护，那要不了几年俄罗斯还会侵略乌克兰，把上一次吃到嘴里的肉又吐出来了，这回又要吃回去，这回要吃的更多。这个游戏俄罗斯历史上玩的很多，数不胜数。所以不光要领土，还得要保护。光联合国的几个常任理事国保护没有一点用，非得是北约，要么就是乌克兰自己有核武器，就这么几件事。缺乏保护的这个停火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把领土还给你，那也是暂时给你，要不了几年再把它抢回去。反过来说啊，如果仅仅有保护，失去了领土不再要了，这也不行。乌克兰说我乌东4个州不要了，跟你俄罗斯没有任何瓜葛，加入北约行不行？这也不行。也就是不管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乌克兰现在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他是不会放弃的，他不会在协议里面写这地方都是俄罗斯的。泽连斯基敢这么签吗？现在这个世界是透明的，你不像过去大国老干这事，签了这些条约，反正你这韭菜你也不知道，知道也没关系，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签。那最后一宣传说我们赢了就行，那本来要割让给人家500万平方公里的，现在只割让了480万平方公里，你看看我们赢了。这么一宣传就是丧事当喜事办。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行了，尤其乌克兰这么多媒体对吧，这么多国家盯着丧权辱国的条约，泽连斯基敢签吗？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特朗普在对记者会上他说啊，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不高，他希望乌克兰要进行总统
选举。这个就是中了普京的圈套。就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说的这些，因为他说的和做的经常不一样，我们一直说你得看他怎么做，不要看他怎么说。到现在为止他说的这些对乌克兰又是非常不利，似乎是在帮普京办事，按照普京的指挥棒在跳舞。关于这个特朗普给普京打电话，欧洲不愿意了。欧洲主战派对于特朗普突然与普京通话感到惊讶，乌克兰人和北约官员感觉特朗普背叛了北约。欧洲盟友甚至在俄罗斯开始和平谈判之前就对华盛顿的声明感到惊讶。北约外交官对五角大楼负责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现实的声明感到惊讶。欧洲出版物强调西方的动荡仍在继续，他们认为普京不会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出卖自己，和平协议将以乌克兰为代价。乌克兰、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欧盟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准备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们要求欧洲参与未来的谈判，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就是你特朗普不讲武德，你自己先跟普京通电话，也就是你特朗普还没有尊重欧盟的意见、欧洲国家的意见，你就直接开始跟这个普京勾肩搭背、眉来眼去。这些欧洲国家的外长2月12号在巴黎一致强调，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决定既不能绕过基辅，也不能没有欧洲的参与。法国外长巴罗说解决乌克兰问题没有欧洲的参与，就不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西班牙外长叫布埃诺也一致明确表示，任何有关乌克兰决定都不能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也就是你特朗普想跟普京两人私下里一串谋，想出卖乌克兰，这个也很难。这个西班牙外长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正是对欧洲安全的直接威胁，世界不应遵循丛林法则。他重申，自2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一直为全世界带来利益。欧洲各国外长的强硬立场表明他们不愿意让乌克兰问题决定权落入美俄之间的双边谈判，而是坚持基辅和欧洲必须在和平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我们再看看英国，在伦敦的自民党领袖戴维爵士在首相问答会现场，他直接向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发问。这位爵士说如果乌克兰被迫向俄割让其主权领土，这将是自1945年波兰以来欧盟最大的背叛。但特朗普总统表示，乌克兰最终可能被俄罗斯控制，他想要回美国的钱。我想我们都担心这一切会如何收场。大家看视频If Ukraine is forced to surrender its own sovereign territory to Russia, it will be the greatest betrayal of a European ally since Poland in 1945. But President Trump says Ukraine may end up Russian, and he wants American money back. I think we all fear where this could end and the dangerous implications for our defence and our security. So can the Prime Minister reassure this House that he and other European leaders have given sufficient support to President Zelensky so that he can't be bullied by Trump and Putin into accepting a deal that will effectively hand victory to Russia? Prime Minister. As he knows, I met President Zelensky in Kyiv just a few weeks ago at my 8th meeting. The position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is conflict has been a united position across the House of supporting Ukraine. And I was able to reiterate my position, which is we must put Ukrain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position. That matters now, just as much as it matt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nflict, the strongest possible position. And I did discuss with him what more we can do, what more our allies can do to put Ukrain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position. 首相斯塔默说，自这场冲突爆发以来，我们一致支持乌克兰。我可以重申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们必须让乌克兰处于最强大的地位。这还不算，我们再看这些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先是彭博社说特朗普致电普京，意味着他正在出卖乌克兰。他用一个电话就转移了美国多年来对乌克兰战争的政策。这个政客杂志说川普决定直接与普京制定和平计划，事后才让泽连斯基参与进来。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美国不再有兴趣保证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
现在是普京和特朗普的世界。有一种情况是，普京几年后将重返乌克兰，占领哈尔科夫和基辅，然后他将入侵北约国家，并保证北约不会履行其集体防卫的言论。英国和欧洲将生活在俄罗斯外交官所称的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中。这个《每日电讯报》说的更厉害，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仗根本就没有打完。特朗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当然他出发点是好的啊，他说不想死人，双方100多万人口，年轻人、漂亮的人在战场上死去，没有任何意义。他说的是对的，但问题是这个战你停得下来吗？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现在停下来，而不顾几年以后发生更大的战争，那你现在停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你虽然少死了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你未来要多死几千万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绥靖带来的一定是灾难，一定是侵略者强盗的狂欢，是对他的一种纵容和默许，甚至是奖赏。这个战打到现在这样，就差最后一步，再坚持，侵略者就扛不下去了。特朗普啊，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商人本色啊，他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他似乎不是在跟一个侵略者打电话，而是在给他的偶像打电话，荣幸之至。他没有谴责普京，当然你也可以不谴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战是谁打起来的，是谁派军队到乌克兰，谁侵略谁，因为害怕死人，所以对侵略者进行纵容，这不就是让侵略者得逞吗？当然我一直说啊，特朗普他说一套做一套，最后的方案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即便方案出来他怎么实行你还是不知道，他老改来改去的，这叫不可预测性，符合他的人设，朝三暮四。特朗普这么做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透支美国的信誉。我现在认为啊，特朗普斡旋这个和谈实际上是挺吃力的。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不愿意得罪美国，不是说是不愿意得罪特朗普，所以他跟特朗普之间的分歧他都按下不表，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啊，欧洲的这个军工制造能力是俄罗斯的多少倍，对吧？ GDP 是俄罗斯的多少倍等等。也就是说啊，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一样可以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但是泽连斯基他就不这么说，泽连斯基就公开跟媒体说啊，没有美国的支持，光靠欧洲支持他没有办法恢复领土。这就说明泽连斯基他很成熟。你想，如果泽连斯基说没有美国我一样的会打赢俄罗斯，取得反抗侵略战争的胜利，那美国正好借坡下驴，是你自己说的。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说，他必须死死的拽着美国，这是必须的。你美国要想从中解脱那是不行的。所以基于这个考虑，他跟特朗普是不会翻脸，对吧？特朗普说什么不好听的他也不反驳，当作没听见，也不在这些事上纠缠，甚至委曲求全，跟特朗普某些地方还要一唱一和。比如特朗普要稀土，泽连斯基说我早就说想把稀土给你美国人了，让你开发，稀土换和平可以，叫稀土换保护。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跟泽连斯基之间相对来说面子上还是有的，泽连斯基不会跟特朗普直接翻脸。那跟特朗普，普京就是在忽悠特朗普，给特朗普戴高帽子。但是普京是不会听特朗普的，因为他听不了，你让他把土地吐出来那是不行的，犯法。目前这个形势大家恐怕也已经看出来了。俄乌冲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战打下去到最后恐怕是欧洲跟大国的关系越来越近。目前这个局面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发展，那就看特朗普。如果特朗普执意要从俄乌战争中解脱，你欧洲人负责你欧洲的安全，他不再管了，那你说欧洲还有什么理由跟着美国后面混，跟着你美国后面言听计从？我有什么好处？欧盟和大国之间除了意识形态不太一样，其他地方反而没有什么矛盾，隔着又远，中间隔着多少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冲突，所以符合远交近攻。你美国既然不保护欧洲，那人欧洲给你美国没有必要那么近，这一码是一码，该论利益就论利益，不可能跟你步调一致，人家反而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既然自己的安全自己保护，那人家就要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他就势必要跟大国走得越来越近，甚至连日韩这样的国家他都会重新考虑。以前死死的抱着美国的大腿，这回他一发现这个腿不存在了，你抱了也是白抱。他连他的盟友，这上百年来的盟友欧洲他都能出卖，能毅然决然的一刀两断，能见死不救。你说你日韩你凭什么能信美国啊？所以日韩的外交策略也会调整，作为一种叫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一定会在抱美国大腿之余，他要抱别人的大腿，不可能做你美国的马前卒了。人家都要学新加坡，这个真正的是美国在特朗普的这个领导下实现了孤立主义啊，真正的孤立。特朗普真正的牌恐怕是又要回到联俄制大国。这个普京能让特朗普帮他压乌克兰投降，那他有什么筹码给特朗普呢？我觉得他的筹码就是帮助特朗普对付大国。黄俄头部黄俄以俄为爹的擦亮眼睛，好好看清你这个爹
爹的真面目，又到了你这个爹坑儿子的时候了。你这个爹啊，一定不会叫不负众望，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当然，我还是说，特朗普说一套做一套，最终他怎么做还得慢慢看。这个世界，尤其是俄乌战争打到这个节骨眼，也并不是美国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现在就看欧洲人团结不团结。我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2个条件，乌克兰是必胜。哪2个条件呢？一个就是美国的支援，一个就是乌克兰抗战的决心。这两者啊，缺一不可。大家还记得吧？只要满足这2个条件，美国支持乌克兰，然后乌克兰抗战决心，这2条满足，俄罗斯是必败。但是现在一个条件出问题了，就是美国的支持，现在要打个问号。但是我认为，如果欧洲能够团结起来，欧洲这些国家不要再算小账，这德国不要畏畏缩缩，法国也不要整天喊口号，来点实际的。欧洲如果在德国、法国、英国还意大利主要几个国家团结起来，俄罗斯还是要败，没有赢的可能。那除非欧洲还是一盘散沙，各的账，各打各的算盘，那未来欧洲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欧洲所谓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好日子不多了，以后会屠戮殆尽。这个俄罗斯人的铁蹄啊，踏遍欧洲，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就证明了这个世界谁流氓谁就厉害，谁不讲理谁野蛮谁就能得到好处。最后，如果美国真的让欧洲派部队去保护乌克兰，而美国自己退出，那某种意义上就是北约解散，这相当于北约解散了吗？那还要你北约干啥？人家欧洲的敌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家欧洲能独立面对俄罗斯，能保护自己，那我为什么要跟你美国合在一起？跟你美国后面混，准备要对付谁啊？我为什么要为你承担责任？也就是现在该你美国出力的时候你不出力，对吧？等你美国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替你出力，凭什么？所以那北约不就是形同虚设吗？北约就是解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